各位朋友早！今天一早就来到世贸业新村这个篮球场里面。今天有一项呢，就是马来西亚童军俱乐部呢派发这个赠品给贫苦人家。疫情无情，人间有爱。哈哈，看一下后面的东西，哇，一大堆呀！疫情无情，人间有爱。张子莹、张少林都来了，哈哈，加油！哇，今天又遇到天劍啦，哈哈哈，好難知。喂，很少是黃菜，咗嚟啦！疫情无情，人有爱，大家有爱。OK。